卓钦琳那活佛，法号图丹隆多嘉措，是大圆满卓钦寺古、朱、林三大著名法座之一。公元1962年，诞生于卓钦寺附近的坝图村。父亲是自在成就者夏摩医生的同胞兄弟，名叫丘培，母亲叫扎西丘措。仁波切在母胎河诞生的时候，都出现了许多吉祥的前兆。此尊从小在前世活佛的住锡姿势大圆满卓钦寺出家为僧，系统而圆满地学习了卓钦寺传承的一切课诵法行和仪轨实践。适龄时，从依格芒寺大堪布仁真旺解取得比丘戒，并先后从依诸巴活佛图丹尼玛、大智者白马泽旺、顶果钦泽饶萨达瓦、主举噶玛索朗等大师闻受了大量的显密佛法，从依索朗仁钦堪布求得大圆满巧觉精髓之全部深度解析，并渐次付诸实践和观修。而后他前往印度等地朝圣，期间被卓钦仁波切认定为上一代琳那活佛转世，同时在圣地举行了坐床典礼，并且受到多智仁波切、除西仁波切和白马格桑法王等上一代琳那活佛传承弟子们的进一步认定和特别加持。第一代琳那活佛是大成就者索朗辛巴，他是一位一生都在山林禅洞修行的自在证悟者。第二代琳那活佛法号图丹宁血坚赞，是卓钦昔日僧武明佛学院的第7代法师，门徒遍布全藏。第三代琳那活佛图丹噶桑坚赞，广学显密佛法，取得斐然成绩。第4代琳那活佛图丹成乃嘉措，在动乱期间自修破瓦法，显实圆寂。第5代琳那仁波切担任圣地卓钦寺法主多年，还担任过金刚座宁玛派祈愿大法会的副主席之位。之后多年担任本地卓钦寺住持，把前世琳那上师的府邸重建为尊胜佛塔，也叫觉我佛殿，其中供奉着一尊高约3层的释迦牟尼报身像，以及琳那活佛辛苦收集的许多古董级佛像。这些佛像不仅价值不凡，而且是历代高僧收藏和加持过的珍贵衣植物。